Hello， 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杨树堂讲下广播电台，今日係2020。有一條路係後生人全部嘅路，大家啲咧尋到樂藥嘅蔬菜，呢位就係人嘅屋卡。我老理想家人，全來老定定起來，強下啲家鄉打拼。有想要做嘅事情，乃偏是強容，我做得嘅聽，我係個用辦嘅想法。有一種傷係經過千錘百煉嘅花，人嘅阿妹花，啲那位都做得講。啲橋上講，啲學校講，啲路卡講，到哪攏做得講。也河巴喺向人多睇冷水，保護起來，和後生嘅可以回來。米的播放留出嘅故事，老母嘅學迄個故事錄模嘅。有啲人家哋嘅幸福，就係當然好流氓咯，用自家嘅手打造心肝肚嘅家園。你哋全部下創造新嘅幸福方式，幸福就係生命嘅法途。嘅感情係免會變老。客家日日開入，日日打發。一條全部嘅路，你強下。